好，我係一師班嘅李軒瑩。我咧今日就要介紹我自己親手整嘅地鐵。地鐵裏邊有一個地圖，係有指住九龍嘅。九龍有好多線都可以經過㗎。車身咧係用花體彩色筆同埋水彩畫嘅，人物咧就係用花體水彩筆畫嘅，而車廂就係用水彩畫嘅。車廂咧就有個標記，例如請勿吸煙同埋不可飲食。我咧就整到一個用黃纖條嘅扶手，仲有兩個關愛座添，仲有一個神秘嘅支柱，可能你唔知㗎。Please mind the gap。我哋要走啦，拜拜。